咁一抽，仲係隻勇闖高峰啊！抽到最外檔，超越名區，咁啊楊明倫就開始中華威威唔多，殺兩邊，開始騎上嚟啦。出邊仲有加冠王，嗱其實勇闖高峰都最後嗰段呢，開咗個好快嘅時間啦，22秒49啊，其實好快啊。中間手錶之星，外邊勇闖高峰，翻嚟當贏咗。咁除咗最後嗰400米快呢，轉彎嗰段呢都開21秒89，其實真係好快。大家好，又嚟到1668速看排位表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Jackie。星期六安排咗10場嘅沙田賽事，當中2場泥地，8場草地，4重彩4連環，第10場多寶150萬，3T 多寶500萬，估計一注獨得1000萬。第5口孖 T 多寶150萬，停賽騎師班德禮田泰安。第一場開跑時間中午1時正。今日有一條心水嘅連贏位置 Q 介紹俾大家，當中有冷有熱，想知就唔好走開啦。第6場4班1200米，我哋睇下1668排位表顏色上有啲咩啟示。着咗淺紫色燈，開心樂園曾經氣管多血，着咗綠色燈，勤德居備久休118日，着咗紅色燈，海南寶由五棚至馬房轉咗去尤達榮馬房，出賽咗4次，着咗紅色燈，騎練合作比較差，黃志雲羅富全合作咗8次，仲未贏馬，艾杜拿黎超星合作咗73次，勝出率0.27%，大約係2場到啦。另外成功比率比較高嘅組合啦，奧爾文徐雨石合作咗8次，勝出率25%，咁入位置率呢37.5%，不過可惜勁蘇啦，今次實力就爭少少。我哋睇返個步速指數-0.11，今場起碼有4隻快馬，包括2號嘅小鳥天堂、11號嘅海南寶、6號嘅精益大師、4號嘅開心樂園，再加埋1號嘅快樂高球。今次換咗黃志雲，減咗7磅，估計佢都會擺前少少走。由於今場最少有5隻快馬，咁我估計今場呢應該係一場快步速嘅賽事，咁所以呢，喺前邊走嘅馬呢，相對地呢係比較難跑嘅。今場評為下風馬有5隻：赤霞、勁蘇、聽秀騰飛、金多喜、精益大師。5號馬赤霞，4歲馬，跑咗5次，得1段力，揀唔到。12號勁蘇，4歲馬，跑咗3次，上一場其實已經有明顯嘅進步，不過我覺得進度都未夠，睇多2場先。9號挺秀騰飛，5歲馬，跑咗10次，冇乜速度嘅馬，等佢加程再諗都未遲。8號金多喜，3歲馬，跑咗2次，睇返個走勢得800米力，等佢跑多2場再揀都未遲。6號精英大師，5歲馬，一隻好快嘅馬，不過力短，已經用咗黃寶妮同黃志雲呢試過揀磅好多次，最後都係贏唔到馬。賽績上短直路呢係會比較適合佢，所以等返去化學谷再諗都未遲。不過今場呢，因為有佢喺度啦，會令到個步速呢拉得好快嘅。7號威利非凡，3歲馬，我哋可以睇返佢初出嗰個表現。橙綠色衫，6號威利非凡，黃色波波子主隻，當日排咗個10檔，咁所以前段呢個形勢係好差，4跌網空，隻馬呢搶口搶得好犀利。
士啊，嗱，第四黃色波波位住子主席。上龍騰，第5位外邊八正道內欄，第6咧就係勇闖高峰啊，中間第7考到呢度位深藍睇唔睇到啊馬林，中隻馬係間亂晒龍㗎勁力啊，出邊係挺秀騰飛，後同埋邊嘅馬全程四碟有林寶精神咧，蝕咗宮廷好多位嘅小子咧，尾4喎係威利非凡啊。威利非凡頭段好搶口啦，再加埋隻馬亂晒龍，同埋全程4、5碟呢，頭段最少唔見咗4至5個馬位啦。咁入到直路呢，又比想象中追得好喎。黃色波波子主隻。何勇士仲有少少優勢，加冠王咧，最後佢都而家先衝翻上嚟啦叫到出嚟啊咁啊，再見到外開翻個末邊追，段深藍22秒三有呢隻2就一定其實都幾快嘅中間勇闖高峰，另外亦都俾啲馬夾住咗最後100厘米，加冠王依然係佔先嘅，外邊追上嚟有一定超，中間勇闖高峰入邊銀河勇士贏馬嗰筆係其實翻嚟追得唔錯嘅，大約輸3個零馬位。上次威利非凡呢就排10檔，今次嘅檔位就好啲3檔，咁同埋今次佢第2次出賽。咁買到嗱，希望佢今次可以把握得好啲啦。咁同埋其實佢上一次呢，末段開22秒27呢，其實係追得好好嘅。今場呢，估計唱都唔會熱噶啦，有4好賠率啦，呢隻係最佳冷腳。另外個馬名都講咗俾你聽啦，又要威又要利。10號馬勤德兼備，4歲馬，跑咗4次，頭3次呢。末段第2、第3段呢，都出咗一啲好快嘅時間，好靚嘅時間。布文同潘頓都同佢跑咗2次，有個共通點呢，當呢隻馬要轉左轉右嗰陣時呢，個馬頭呢係側得好緊要嘅，同埋隻馬呢入到直路，當佢冇乜力嗰陣時呢，係片來片去，片左片右嘅。雖然隻馬經常片來片去，同埋唔係咁規矩。但係今場步速比較快，如果沿途啲馬拉散晒呢，得佢自己一隻跑呢，或者佢會跑得好開心，跑出水準嘅。另外一個重點就係今場估計一定係冷門嚟噶啦，咁所以呢，拖埋佢絕對冇壞。4號開心樂園4歲馬喺12月8號贏咗馬加咗6分之後呢，好明顯呢就遇到啲阻力。上一次化學曲1200米，我見到鍾易禮呢全程都俾住隻馬，入到直路呢，騎晒落去，隻馬都冇，褪到落去第10位。賽後呢就氣管多血。開心樂園今季都搏咗好多場啦，所以我就暫時將佢擺低先。11號海蘭堡5歲馬，由五棚至馬房轉咗去尤達榮馬房，跑咗4次，上一次終於贏馬啦。咁湯寶新呢，上一次其實發揮得好好嘅，由頭放到落尾，返到嚟啱啱贏。今次加咗6分，但係今場快馬比較多，有4至5隻快馬，大家拍住一齊放呢，佢係好蝕底嘅。咁另外海南堡啦，無論佢喺五棚至馬房又好，尤達榮馬房又好，佢個表現都係格沙嘅，一場好一場差。你係完全估計唔到佢邊場好邊場差，咁但係有個共通點呢，就係如果嗰場冇快馬多的話呢，得佢自己一隻放呢，佢又會放得好開心㗎喎。啲馬快馬一多呢，佢就會放下呢，就亂晒龍㗎咯喎。3號勇闖高峰3歲馬跑咗2次，我哋可以睇返佢喺初出嗰場沙田1200米當日嗰個表現。藍衫白帽黃色波波子主隻6號勇闖高峰，當日排咗11檔，咁所以頭段呢係留得比較後。加冠王啦，內欄帶面箍關鍵所在啦。嗱，直路呢有金運來啊，差唔多仲輸緊成8個馬位嘅。金風萬里，最咁一抽，仲有隻勇闖高峰啊！抽到最外檔，超越名區。咁啊，楊明倫就開始中華威威唔多，殺兩邊，開始騎上嚟啦。出邊仲有加冠王。嗱，其實勇闖高峰都最後嗰段呢，開咗個好快嘅時間啦，22秒49啊！其實好快啊！返嚟當贏咗，咁除咗最後嗰400米快呢，轉彎嗰段呢都開21秒89，其實真係好快。之後勇闖高峰再出，加咗5磅，遇到個慢步速，排咗1檔，其實都已經跟前咗噶啦。
咁入到直路末段其實開22秒38，其實都開得好靚，但係前段步速太慢，所以最後都係追唔切。我哋撳去 S6 同程段速 Excel 表，電腦會將最近呢6個月嘅同程容許上一次嘅負磅同今次嘅負磅相減，得出一個電腦調整時間。舉個例，快樂高球喺2025年3月23號當日佢嗰個負磅係135磅，而今日嗰個負磅係128磅，相差咗7磅。咁電腦就會將個完成時間1分08秒91減翻嗰7磅，調整咗之後呢，電腦估計可能會跑到1分08秒55，估計係全組最快嘅時間。咁調整完磅位之後呢，電腦會覺得呢，有機會第2塊嘅呢就係勤得區備，第3塊呢就係開心樂園。快樂高球我可以用準4班馬嚟形容，近呢5次跑咗5次第2，真係一隻4班馬。遇到一啲高級少少嘅對手啦，咁就唔夠鬥噶啦。今場羅富全都出埋絕招噶啦，用黃志雲減翻7磅，但係今次排8檔，同埋今場快馬比較多。如果以有黃志雲嗰個功力呢，其實係難跑嘅。不過呢條友好奇怪噶，當你覺得係難跑嗰時呢，佢就唔知點解呢，無啦啦就黐住條欄返嚟嘅，好神奇噶呢個人。2號小鳥天堂3歲馬，上一次初出排咗13檔，由頭放到落尾，可以用魚生粥緊緊熟，啱啱贏。今次呢，加咗6分，磅位就加咗5磅，孭到133磅啦。對於一隻3歲嘅新馬嚟講呢，133磅呢，絕對係有啲難度嘅。今場快馬比較多，小鳥天堂嘅跑法呢，絕對係蝕底嘅。如果大家對個段槍手表有興趣，可以去1668.com.hk， 右上角有個段槍手，撳咗入去之後有2個計劃嘅 A 計劃30蚊一個賽馬天， B 計劃260蚊10個賽馬天。有啲咩唔明白，右下角有個 WhatsApp logo， 可以撳 WhatsApp 查詢。今次嘅綜合提供第6場連贏位同埋位置 Q， 今次就唔攞膽啦。1號快樂高球，3號勇闖高峰，7號威利非凡，10號勤得區備。今次有個頻道俾人偷咗之後，開咗一個全新嘅頻道呢嘅第3條影片，我相信好多網友呢都應該未訂閱我個頻道嘅。未訂閱我個網友記得撳翻個鐘仔，撳到黑色。當我有新片出嗰陣時呢， YouTube 就會通知大家啦。記得撳埋個 like 掣。另外將條影片分享俾你啲老友。我今日分享就係咁多，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